来看高雄前金区成功一路一条巷仔，车到中途因为这工地地基落落去，造成车路崩去，出现一个3米宽2米深的窟窿，造成附近有500多户失电。工务局呢要求厂商停工，勘查确定无遂发生的危险性，目前先抢修民众的水含电。我走出来，伊咧喂，啊无就坐落啊！哦，这偌紧呢！民众比着相片讲，听到嘣一声走出来看，涂骹已经崩一窟伫遐。无几分钟，相片内底2卡电筒也拢崩落去窟仔底。高雄前金成功一路361项的这大工地，中途因为连续壁落落去，造成边仔车路崩落2米深。那出来水管救登去，第一时间佫传出有加速味。消防局也紧急到场戒备。附近居民讲，顶几工都看到工地水一直淹出来，嘛唔知是不是甲这摆意外有关系。我出来看，因就管咧维无啊，就叫人要入来，唔能入来，就回车来就一切落啊。因为自来水管断去，水一直灌出来的挖空地基，电筒损断也造成附近524户失电。教务局到场下令厂商先停工，也随通知台水台电做紧急处理。教务局讲，目前附近的住户甲道路安全拢无直接性的危险，已经要求厂商先做抢修，车到一定会将路面回填好势。自来水跟相关管线瓦斯管线这个部分都已经做一个断管。断管部分，那后续我们会紧急做一个回填。他从别的工地调那个联系地图，联系地图它就是有稳定液，稳定液，然后把它填完就稳定了。厂商时间无照报来，教务局开罚9万块。因为水甲电的管线受损严重，目前台水甲台电将会对巷仔的另外一头想办法订修管线，望会当赶紧恢复民众的用水用电需求。记者郭家祖、柯昭阳、高雄仓报道。